首先係外部嘅構件，佢會包括咗大廈或者屋苑嘅鐵閘咧，非結構嘅外牆啦、天台或者平台嘅護欄咧，亦都包括咗外牆嘅附屬物，包括咗例如啲衣架啊，或者一啲窗楣，同時亦都包括咗玻璃幕牆，亦都屬於嗰個強制驗樓計劃嘅檢驗範圍嘅。另外，至於第二部分咧，就係屬於係結構構件啦。佢主要係包括咗樓宇嘅主體外牆咧，亦都包括咗公用部分嘅任何構築物，例如柱啦、梁啦，同時亦都包括咗一啲圓臂式嘅伸出物，例如係一啲簷篷咧。至於話喺地段內嘅一啲構築物，例如會所啊、保安室啊咁，亦都屬於嗰個檢驗嘅範圍嘅。第三就係防火安全構件啦，佢就包括咗樓宇外牆同埋公用部分嘅所有消防安全設施，包括咗走火通道啦，同埋防煙門。第四就係排水系統啦，佢包括咗外牆同埋管道內嘅任何排水系統，亦都包括咗位於地面或者地底嘅排水系統。一啲如果可能影響到環境衛生嘅其他欠妥啊、淤塞啊，或者錯誤咁樣去接嘅公共排水系統，亦都屬於個檢驗嘅範圍嘅。最後，註冊檢驗人員亦都需要將喺樓宇外部同埋公用部分嘅所有嘅僭建物咧係報告嘅，揾出嚟嘅。例如咧，位於天台啦、平台啦、毗鄰嘅庭院啦、斜坡啦，或者相連嘅街道路嘅僭建物都需要報告嘅。